大家好，我係溫泉蛋。今日傍晚放工時間嚟咗荃灣楊屋道街市，落起一場滂沱大雨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市面情況。大家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。我哋放工時間行過去荃灣楊屋道街市，落好大雨啊！衫褲都俾雨滴濕咗。天文台都喺下晝4點半左右掛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。收工清貨大特價，東莞飛至少25蚊3個，25蚊3個，都唔抵。街市嘅人流明顯少咗。今日啲菜檔都早咗做減價。路面好跣啊，大家行路嗰陣要小心，最好着水鞋或者着返啲防滑嘅鞋。連排水渠都淤塞咗，有一大個水凼。都有好多街坊喺朗益買18蚊嘅燒味飯，方便唔使煮。呢邊有肉檔同生果檔，平價生果。荃灣楊屋道街市咁少人嘅市況，你又見過未？成身濕晒，都係快啲返屋企食飯啦。
大家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。